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就繼續講 G.O 嘅故事。戰鬥繼續，兩人分別用各自嘅必殺技打向對方。黑鍋子暫停戰鬥，帶走咗機子。解釋 Revival 嘅力量雖然強，透過壓縮時間嚟獲取力量，不過換嚟嘅係身體嚴重嘅傷害。機子話唔希望閱讀出手除掉士王，呢啲嘢應該由自己嚟做。之後襲擊黑鍋子，令佢倒下。之後加古川揾上機子，不過俾機子嘅疾風形態克制，瞬間打敗。但係自己嘅身體都受到傷害。喺另一方面，黑鍋子暗中同烏魯合作，原因係烏魯想知道自己嘅過去。喺2009年，閱讀上咗旅遊巴，途中見到史沃勒茲，佢喺選擇王嘅繼承人，並以車禍做考驗。當時嘅莊吾挺身而出對抗佢，而閱讀其實係想保護莊吾，射向史沃勒茲，佢避開就逃去未來。醒後，莊吾見到未來嘅大魔神喺度破壞城市。返到而家，白鍋子變身對抗 Another Rider， 但係俾加古川偷走咗力量。白鍋子打算利用未來筆記攞返，但係突然被黑鍋子搶走咗 Rider Watch。之後，黑鍋子變身攻擊機子。喺未來，莊吾無意中覺醒咗時停嘅力量，並摧毀咗其中一個大魔神。史沃勒茲同佢講，未來要成為王，阻止世界毀滅。返到而家，鍋子轉用史諾比嘅力量，用忍術瞬間移動，但係被機子用疾風同干裂打倒。原來鍋子想拖延時間，令機子放棄同G.O決鬥。喺未來，閱讀同門此事了解到真相，原來史沃勒茲想測試王嘅繼承人，而莊吾就係合格嘅人。返到莊吾呢邊 ，Another G.O 派出所有嘅 Another Rider 攻擊G.O2， 佢終於到達咗約定嘅地方。莊吾表示，如果機子認定佢未來會成為逢魔士王，就打敗佢。突然 ，Another G.O 追咗上嚟，機子保護咗佢，認為佢可靠同埋善良，而且係佢嘅朋友。之後兩人變身成G.O同機子，打向 Another Rider， 用 Exit Time Burst 打贏 ，Squish Time Break， 再用 Rocket Drill Kick 同 Street Time Burst， 最後轉用G.O2同 Revive 嘅力量，兩人合力打敗咗 Another G.O。返到朝九晚五堂。機子佢哋搬返嚟住，恢復返之前嘅生活。係咪有個地方，海東密謀住一啲計劃？以上就係今日G.O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撳隔離個 long，或者donate follow 我 IG。我哋下次見。